来看印度航空的波音飞机又搁出问题。伫昨午，一台对香港要飞往印度新德里的787客机，伫空中出现技术的问题，又搁赶紧飞登去香港，加载安全无人受伤。这台飞行机甲6月12空难失事的是同一型的飞行机。 印度航空 AI 305班机在紧急滑登去香港了后，机场及时更新的看板顶悬已经把这个班机显示做延误。伊本来是16中到12点左右对香港起飞，要飞到新德里，但是飞行高度到22000英尺，就是大约6700公尺左右。机长发现讲，这飞行机是出现技术的问题，决定要登去香港。在下晡1点15分，安全降落，无人受伤，机场的运作正常。初步报道指出讲，这个技术问题有可能含燃料有关系，不过油当啊过滤器故障，也是燃料技术受到污染。目前飞行机已经全面检查，航空公司安排乘客搭续该航班。这摆班机和印航12发生241个人空难的是同款机型，都是波音787G8梦幻客機。迄当阵地面嘛有重大死伤。वो बोलने कितने चाहिए कॉपी ने मेरे को मेरे पास अभी तो 100 कॉपी तो रेडी है बराबर मैं आपको दे दूंगा और दूसरे दिन मैंने 20 की पहली ट्रिप मारी फिर दूसरा दो बार 20मैंने बोला 因为 AI171式飞行机和 AI305返航，连续2架共机型的拢出状况，已经予波音787全球安全性和印航的维修监管监督受到关切。印度政府14日下令剔查国内所有航空公司旗下波音787的客机，甚至无排除全面停飞。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